尋日叫到加粒地那側霧，原來我條條毛都咁無鬼粗，聞落去有味道，臭及酸煙真恐怖，實在令我想剪那雜毛。Got not in Hong Kong， 尋日見到小腿的那側毛，條條又長長彎曲似亂毛，寒定我冇嘢做，逐個問先知道，確實係有許多腳毛。特別地問老母，我是怎麼被營造？發覺我身體裏滿是毛，又像耳草，面部又聚滿鬚，近掉也都是難度，似個馬騮咁樣，心中被愛點算好？抖音。